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文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今年闰二月，古早讲3年一轮好歹照轮，平均测2-3年就会轮过一届。照咱台湾过去传统的古早例，嫁出去的查某囝就爱买猪脚面线，转去外家来奉敬老母甲老爸，代表讲替爸母添福寿，好运嘛会搁较济。另外，阁有一句话讲到无米兼论月，讲的就是嫁出去的查某囝无钱，阁爱送礼给老母甲老爸，这款无奈心情。另外，闰二月传统嘛有一寡禁忌袂当做。讲新闻唠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念伟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念伟。最近大家敢有发现，伫旧历内底，即马毋是叫做是旧历二月，是叫做是旧历闰二月。为什么有这闰月这出现？背后又有啥物款无共款的风俗？今仔日唠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张图，咱先来看卖，讲到这闰月，咱当知影有这新历，啊，有这旧历。新历就是讲这地球射到日头一年的时间，叫做是一年。啊，毋过伫旧历内底，就是看这月牛为这新月变做满月，搁再变做是新月，这叫做是一个月，12个月算起来就是一年的时间。啊，毋过平均算起来，其实这旧历平均一年会比这新历减少11天左右，所以伫几啊年了后呢，咱就会增加旧历一个月的时间，一个月就叫做是闰月。好，今摆当看到最近拄多好，拄到这闰二月这段时间是伫新历3月22到4月19这段时间叫做是闰二月。另外当看嘛，其实闰二月是非常特别哦，平均19年会拄到一摆这闰二月的时间。啊，有一句俗语叫做是3年一闰，好歹照轮，其实意思就是讲风水轮流转，嘛是甲这闰月有关系俗语。好，咱拄则有讲到这闰月是计出来这个月，所以呢，伫传统内底会当讲，会互人减岁寿是比较无好诶。啊，到底要安怎做咧？会当嫁出去的这查某囝，会当买这猪脚来送互爸母，来替伊来添岁寿。好，咱当知影拄到较无好的代志了后，会当食这猪脚面线来改变命运。所以呢，这个时阵会当食这猪脚，就代表讲来除掉这歹运。啊，这猪脚的部位嘛，当特别选择这猪脚蹄，会当甲这歹运隆中踢走。另外，当拄则讲到这面线，食面线的时阵，食到一半，千万莫甲伊加长，但是比较无好的做法。好，除了这2月这风俗了后，咱先来看卖，到底这闰2月内底呢，有啥物款无共款的禁忌，啊，有啥物添岁寿的新的方法？咱先来看卖这禁忌的部分，就是这闰月对爸母是比较无好的，所以千万莫对因来发信地。另外，第2个就是闰月送礼时间，嘛要特别注意哦。咱当看到闰月送礼时阵，会当选择这闰月这段时间内底送礼，嘛会当选择一个进前的时间，就提早甲礼物送互别人。啊，毋过千万莫伫闰月以后才来送礼，这嘛是比较无好的做法。第3个，咱看卖，咱拢知影双对万年富贵，所以买这猪脚的时阵，千万莫买一个猪脚尔，爱买一对的。亲像是爸母拢总伫的，就会当买一对的猪脚送互爸母。啊，若是只有爸爸伫咧，就会当买这猪脚较头前的这所在；若是只有妈妈伫咧，会当买这猪脚较后边的这部位。另外看卖这闰月时阵，嘛千万莫刷这蒙仔布，因为咱拄则讲过嘛，闰月是嫁出来这个月，所以是这时阵鬼门是未开的，所以这时阵若是刷这蒙仔布，对这过身的人都无法度出入这阴阳界，所以呢对因嘛是比较无好的。好，这是一寡禁忌，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另外来看卖这闰月时阵，除了来送这猪脚以外，其实嘛有其他的方法会当添岁寿，亲像是来去这庙内底来点灯，来替爸母点灯，亲像是这药师灯，啊，有观音佛祖灯，嘛是真好的选择。另外，嘛会当替这爸母来解冤债，啊，有用这爸母的名义来去庙内底来做好代志，来做布施，啊，有替这爸母穿起这衫来去祭改，来去保运气，这嘛是真好添岁寿的方法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